早晨，歡迎你同自己開始新嘅一日。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低，背脊伸直，放鬆你嘅肩膊同雙手，輕輕咁閉上你嘅眼睛，無需刻意做啲乜嘢，只需要允許自己存在於呢個當下。先將你嘅注意力帶去你嘅腳底，感受一下你同大地嘅連接。想象你嘅脊椎好似一條光嘅管道，延伸到地球嘅中心，從地心吸引一道金黃色溫暖穩定嘅能量向上流動，緩緩咁充滿你嘅雙腳、你嘅腹部，令你感到無比安心、穩定。而家將你嘅覺知溫柔咁帶上你嘅頭頂，觀想你嘅頭頂上方有一道純淨明亮嘅白光，呢個係由無限生命能量匯聚嘅靈氣之光，俾呢一道白光好似溫柔嘅瀑布一樣，由你嘅頭頂流經你嘅額頭、臉龐、喉嚨，淨化所有瞓醒嘅疲憊同殘留嘅思緒。呢一刻，你嘅身體就係一個光嘅管道，地心嘅金色能量同天上嘅白色靈氣喺你心口嘅位置相遇、融合，形成一個溫暖發光嘅能量球。跟住我嘅引導，進行3次靈氣呼吸。請你吸氣，感受心口個能量球變得更光、更溫暖。閉住呼吸，感受呢一股融合嘅能量擴散到你全身每一個細胞。緩緩呼氣，將任何唔需要嘅沉重感透過你嘅腳底完全釋放畀大地。繼續呢個節奏，吸入光，讓光融合，呼出沉重。你正喺度為自己進行一次最簡單，亦都最深刻嘅靈氣淨化同充能，令呢一份由內而外嘅光明與平靜，深深留喺你裏面。知道呢一種安穩與清晰，就係你本自具足嘅狀態。而家慢慢將意識帶返嚟呢個空間，感受一下手心嘅溫度同腳踏實地嘅感覺。當你準備好，
就可以溫柔咁睜開雙眼。請你喺心裏邊送3句說話畀自己：多謝自己願意畀呢個時間去安靜落嚟，多謝自己一直以嚟嘅努力同堅持，多謝自己無條件咁陪伴住我，帶住呢一份調教好嘅頻率同內心嘅感謝，去迎接你美好嘅一日。My Trista，多謝你送咗呢5分鐘畀自己。